先生，哎，唔分咁咪先啦，是咯我幫你打吧。，OK，你邊有冇錢啊335577。哎，好了。哦，OK，好，谢谢你。不用不用。拿到了。歹徒有了交易记录上的资料，再加上知道受害人的个人密码，即使没有拿到受害人的提款卡，也能够伪造一张提款卡，提取受害人户头中的存款。过后，他们和关玉婵在一间购物中心会面。好。小就可以。你想买什么？什么衣服咯？还是要？不要了。还是手表？